再去看世界，来去奥地利。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有一座全世界真有名的艺术国民主体——百岁公寓。当年拢会成百万的游客来这行一转。世界这个所在艺术家是表示讲，伊认为建筑美学就是甲自然和建筑合作伙。五彩缤纷的壁面，每一扇窗仔门的框拢是无规则的图案，不管对倒一个角度看，拢是一棒一棒真有囡仔趣味的图。奥地利艺术家汉德瓦萨设计社会主体，建筑物甲实物共存，地砖缀着树外滚起起落落，雄雄看无啥协调。其实这是现代建筑甲实物用做一体的天然地景。Was an outsider in that way, very autonomous in his aesthetics. Hundertwasser was also a very autonomous thinker, a philosopher, actually, who had very early on, let's say late 1940s, early 1950s, very strict ecological thoughts. 汉德瓦萨出身奥地利犹太家族，伊的家族和纳粹迫害杀害差不多70万人。有一个正特别的艺术主张，就是外用直线。展馆的入口表面有一个牌仔写着。直线是无神的，有人认为这是伊对纳粹的抗议，因为纳粹的符号是由直线组成。为汉德瓦萨接过2本传记的贺许，伊讲，虽然百岁先生伊的画色彩缤纷，充满想象，但过伊本人日子是过甲真简单，奉行环保回收的主义。He was very proud that he could live for a month on a small ration of food, yeah, and really be a hunger artist, that say, and reuse everything. 汉德瓦萨设计30多座建筑物，分布伫咧全世界各地。这座百岁博物馆是汉德瓦萨体现环保主义的代表作品。Hundertwasser ist wirklich hier eine Attraktion in Wien. Es ist eine der außergewöhnlichsten Sehenswürdigkeiten. 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。